粵港澳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黎玉昌。今日同大家講解2026年西藏雙飛18天嘅詳細行程攻略。想去西藏嘅朋友，建議你一定要睇完視頻。我哋嘅路線係先走318千藏南線2142公里，加埋317千藏北線2413公里。咁我哋第一日咧就喺廣東飛成都，喺成都住一晚，海拔512米。第二日我哋喺成都出發到康定，全程267公里，途中打卡天泉服務區同埋飛奪路定橋，入住康定2395米，打卡我哋嘅溜溜城同埋情歌廣場嘅。咁第三日喺康定出發到雅江，全程139公里。途中打卡鎮藏第一關折多山，海拔4298米，同時打卡我哋嘅攝影天堂新都橋、塔公草原。當晚入住雅江，海拔2530米嘅。咁第四日我哋喺雅江出發去到巴塘，全程295公里。途中打卡我哋嘅天路18灣、卡子拉山同埋我哋嘅天空之城理塘。無亞大草原、子母湖，入住巴塘2580米嘅。喺呢度咧特別提醒大家，第一處鎮藏頭3日一定要入住海拔3000米以下嘅，俾身體有充足嘅時間去適應高原，呢個係最有效預防高反嘅。第5日我哋喺巴塘出發去到左貢，全程240公里，中途打卡拉烏山、薩隆達、掛經幡為家人祈福，中間翻越我哋嘅國巴山同埋3日8最高嘅埡口5130米嘅東達山，入住左貢，海拔3750米。因為前面有咗充足嘅身體適應，所以呢一日我哋就算翻越4000幾5000埡口同埋入住3000米海拔以上嘅，我哋身體都可以適應到嘅。凡係3000米海拔以上嘅，我哋都會安排供養酒店。第6日我哋出發去到鹽烏，全程290公里，途中打卡我哋嘅怒江72拐，同埋我哋嘅安九拉山，同埋我哋嘅鹽烏湖。咁當晚入住鹽烏3850米海拔。第7日鹽烏去到我哋嘅林芝，途中打卡我哋嘅波麥，同埋我哋嘅南迦巴馬峰，同埋我哋嘅魯朗林海、色季拉山。當晚入住林芝，海拔2900米嘅。同時咧，我哋3到4月份咧會特別安排我哋嘅林芝桃花節，有呢個林芝桃花局嘅。5月份就冇噶啦。咁我哋第8日林芝去到三南，全程高速430公里，途中咧會經過我哋嘅公布江達，到我哋嘅西藏第一座寺廟桑耶寺，同埋西藏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。三南係我哋西藏文化嘅發源地，非常之值得一遊嘅。咁當晚入住三南咧係3580米嘅海拔。第9日我哋喺三南出發，去到拉薩，全程260公里，途中打卡我哋嘅3大聖湖之一嘅羊卓雍措。當晚入住拉薩3658米嘅。咁當晚我哋喺拉薩咧會安排盛大嘅慶功宴，安排烤全羊晚會、歌舞晚會。第10日拉薩入天遊，朝聖布特拉宮，去八角街同埋我哋嘅大昭寺廣場。當晚都係住拉薩，拉薩我哋係住2晚嘅。第11日喺拉薩出發，我哋去到拿曲，全程340公里，途中我哋會參觀我哋嘅3大聖湖之一嘅納木錯，可以睇到我哋嘅年青唐古拉山山脈嘅雄偉，同埋欣賞我哋嘅聖象天門。咁當晚我哋入住拿曲，海拔4450米。第12日我哋喺拿曲出發，全程465公里到我哋嘅丁青。呢一日嘅車程咧就相對長啲。途中打卡我哋嘅藏北最大嘅藏北草原，同埋我哋嘅小布特拉宮、贊丹寺。當晚入住丁青，海拔3850米。第13日我哋喺丁青繼續出發到昌都，全程230公里。途中打卡那查姆瑪尼堆同埋我哋嘅查傑瑪大殿。當晚入住昌都，海拔3240米。
咁第14日，我哋喺昌都出發到江達，全程230公里，途中打卡我哋嘅強巴林子1000米壁畫，同埋我哋嘅金沙江大峽谷。當晚入住江達，海拔3650米。第15日，我哋喺江達出發到金枝園，全程275公里，途中打卡我哋嘅江托村、中國解放第一村，同埋我哋嘅德格印經院，加埋我哋嘅格什爾皇城。當晚入住金珠園嘅溫泉酒店，俾大家體驗天然嘅高原溫泉。咁第16日，我哋金枝到馬爾康，全程330公里，途中打卡盧霍嘅卡薩湖，同埋我哋嘅馬爾康嘅西索民居。當晚入住馬爾康，海拔2600米。第17日，馬爾康返成都，全程360公里，途中打卡李縣嘅桃坪昌寨，同埋都江堰嘅熊貓谷。當晚入住成都。第18日，成都坐飛機返回廣東，全程18天，全程大概行4500公里，平均每日車程280公里左右，非常之適合第一次去西藏嘅朋友。如果覺得我呢個攻略好用嘅，請大家多多關注，多多轉發。